心存未尽，持恶物尽沾，草持根，地出浮躁，气盛生事，待人处事温良俭恭，至诚无邪，暗示无欺，二六顺读，时刻战经，见义勇为，不分物我，万类相感，以忠以诚，无欲而刚，有道而正，法孝白，学一生节清，名不伤财，如不尽诈，大众助正的落光明，起心动念，青天白日，奉公正感心正感顺，多深，汤醉己安正意静修身，作罪，节奏罪人，不信一说，行无偏执，是天言动，合乎中庸，无领还对微乱显化，幽深阐释，贵在知行，你拿水管就好，我来拿。众精明心依经实践，购物但改物有恶心，在任人道纲常伦理，仁孝地基，道化家庭，护持子孝，
人间美景，孝贤门第则领德风，争执三行，克合主作替己，黄香准亲，夏凉冬温，一日三省文王一日三餐，定行，文王定行，枯竹生笋，梦中成饼，百孝经文，奉为归内，老少皆能采衣于亲，家有父老，不立围墙，安身立命，报道奉行，爱亲不误，敬亲不慢，爱敬事亲，德教百姓，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宜贤父母，是谓孝忠，同气连枝，常枕大备，兄友弟恭，今有玉坤，言是家训，告诫祖孙，留德后辈，家言义行，伯习夺礼，妇德有志，鸡肠鸟肚，姑嫂妇灵，空中照耀，无中生有，离间兄弟，以挥自己经，夫和互顺，如鼓无琴瑟，阴阳调和，相敬如宾，其有弊端，不
交寡尽，有朋挥亲，将士贵中。神有无情，是非不断，亦有利己质量多闻，智者而明，便清流敌士，志同道合，愿地道同，今人城中，国有真祥，今霸奸臣奸臣，民不聊生，民不了生，敦人秉德以化报地，修理诚意兼，诚意心，德在百姓，心系万民，清正廉平，一路无心，燕子春秋，其心明见，居言党臣，不污德品，朕歌爱旦兼进不懈，换言直见旁有未争，今时古业今夜古人几是混浊
长虹，气贯长虹，撼动山河，顶列中子挺点传师的电脑应该是有问题，他现在没有在念的呢。坚如金刚牢。点传师慈悲。师婷，点传师哦，伊的电脑有问题，你念啦，好，你早读快一点啦。点传师的电脑有问题。他已经念完了，你看。对啊，他已经念完了。坚如金刚，牢不可破，无坚不摧，横扫万军。日月昭昭，乾坤朗朗，仙尘不电，烈火焚金。天地凭谁？千古常在。星斗为耳，万世长存。其有孔圣，周游列国，飞道迅俗，天下启蒙。仁义正道，万物皆应。16字诀，守乎一城。孟子性善，自端直发，心别毅力，一生大功。宜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，至大至刚，至妙至灵。周武孔胡，历16、19载，汉节手握，因在朝廷，威胁利诱，不入使命，饮血吞占，不灭忠心。诸葛孔明，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，以求全忠。忠臣易守，佞臣力取。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？杨家将士，一门忠烈，精兵猛将，条条忠魂。岳武木匠，精忠报国，12金牌，何惧死生？荡气回肠，家国天下，志节参天，满江红中。宋末3杰，铮铮傲骨，山河破碎，人烟苟存。成人取义，气显正气，歌咏千载，天祥人品。张巡包拯，何人不是？在世忠义，死后留名。陆祖金公，合同印证，奈何已逝，独忠一心。公常子细，八卦芦荟，大开普度，芸芸众生。大考大验，大愿大行，尊师重道，忠义双成。历代圣贤，先真菩萨，后人仰瞻，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，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，使人看清。无义失信，无廉失耻，无信不威，无耻失人。大节不渝，于义殆尽。无云则混，无度则昏。无伦理者，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。真修道子，修己严律，丝毫不苟，念发言行。是切或磋，砥砺琢磨，自读八邪，荡然无存。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，立德立品。真谛妙理，金碧垂世，告诫世人，以步真经。伏魔真经，日日持诵，主敬纯诚，必有感应。潜心跪拜，持念观心。忠义相随，日夜遵行。心宽体盘，
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。妖字不生，魔当不入，太和元气，七彩祥云。逢凶化吉，遇灾成祥，尊精孝行，转运改命。经传千秋，圆者积握，诵念行久，美大圣神。伏魔真经，前诵至此，浩然正气，充塞满盈。唯独无气，意气精中；唯独无形，成就大功。一心贯彻，以心印心，九六乾坤，彼岸同灯。轻灾勿忽，十叩首，一叩再叩，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。10叩首。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间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水玉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魂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。此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回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。
扣，再扣，3扣，4扣，5扣，6扣，7扣，8扣，9扣，10扣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、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洪诗婷。沈荣洲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风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致导，世所致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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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大德，让后学有这次荣幸可以参与诵经导读，感谢，晚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拜拜感谢前贤慈悲，感恩护天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领任再见哦，再见哦。要需要前贤晚安哦。男主讲师前贤们晚安晚安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再见了，感恩。经理啊，晚安晚安。经理，简经理晚安，曾经理晚安，前贤们晚安。